那接下来不能再推了，八甲兄，准备好了吗？而且我知道，今天你的第一首歌带来的这首歌也十分的特别，是你曾经第一次登台演唱的歌曲，是吗？对对对，应该10几年前。那个时候还在九寨沟打工。在歌舞团的时候第一次唱的一首歌，然后这次就选择唱这首。对，这首歌的名字是叫《依恋》。依恋，大家欢迎喜马拉雅王子蒲八甲。
真棒，为你点赞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